我们正青春，有请韩李李。大家好，我是韩李李，我是一个环保艺术家、雕塑家、插画师，也是一个大学老师，还是这个原创形象阿拉兔的作者。我吃素，而且我还不吃加热烹饪过的食物。我一直在做环保和动物保护的事情，也一直在倡导和努力实践无伤害的生活方式。我不化妆，就像今天我也没有化妆。我也不用塑料袋，我不穿皮毛羽绒，我也不用任何的一次性制品。我随身带水杯，带手帕。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如果你开始尝试做一点点改变，你的身心将随之改变，你的世界，你和动物、植物的关系都会不一样。很多年以前，我和大家都一样，我爱吃糖醋小排，爱吃鸭脖子。即使在生物课上，我也不舍得对小白鼠下手，也因为我养过的小鸭子的逝去感到很难过。但是我居然没有对我盘中的肉产生过任何的怀疑。直到有一次偶然的聚会，坐在我对面的朋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然后一边从嘴里嚼着嚼着吐出了一根小白骨。他把这根小白骨慢慢地放在桌上一堆小白骨的上面。当时我就震惊了，天哪，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为什么有的生命还在跟你说着话，可是有的生命它已经变成一道菜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不能再吃肉了。但是当时我还不知道其他的动物制品有什么问题，直到有一天我参加了一个叫做别吃朋友的团队办的一个爱护动物的演出。当时创办人谢铮在台上慢慢地给大家讲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我们可能知道农场动物短暂的一生里面一直在被注射激素和很多的药物，但是我们有不知道的，包括鸡蛋的故事、牛奶的故事，还有小狐狸。很多人说我根本不会去买一件皮草大衣啊，但是我们很多衣服上的领子上就有一圈小小的毛，那一圈毛领我觉得其实也带不来多少温暖，可是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小狐狸的妈妈。我们因为自己想用它，我觉得这事实我实在是无法接受。当时我就立刻变成了一个严格素食者，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被自私和欲望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头脑里都是习惯还有风俗。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重复这些残忍，我们自己其实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我就开始从事越来越多的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工作，包括像在大年30的时候，在寒冷的洞庭湖边守护江豚，一个人跑到高原去守护水资源，保护候鸟，很多很多。当我发现我在进行流浪猫狗的救助的时候，原来有很多质疑声说，哎呀，你们爱猫爱狗的人，你们还吃牛吃羊呢。但是这些质疑声在我身上完全都失效了，我也可以更坦然地去爱其他的动物了，因为我不再吃它们了。其实几年之前呢，我的身体陷入了一次危机，身体变得很糟糕。回想起我1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当时他已经生病了10年。然后随后的几年，我父亲的很多亲戚也是因为肿瘤问题、癌症问题渐渐倒下了。我看到他们，我想到自己，我觉得都是遗传的问题吧，我应该时间也不会很多了。既然没有这么多时间，那我就更要努力的去做更多的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的事情。于是我就很积极地冲到前线，到处都去做这些事。但是我越做越发现，其实最有效的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就是素食。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很多资料都表明，畜牧业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第1位。
而且我吃素以后，很多人可能质疑说，啊，你吃肉都不吃了，你这个还有营养吗？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他们连加热烹饪的食物都不吃，他们只吃生的蔬菜水果，都可以活得好好的，而且很多都是运动健将。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实在是太震惊了。我觉得太好了，那这是太环保了，我就来这个吧。然后我当时就开始不吃任何熟的食物，不吃加工过的食物，不吃任何需要消耗过多资源的美食，只吃天然的蔬菜水果。我真的达到了我之前一直想要的零垃圾生活，因为我每天可能就背着环保袋去买水果，然后回来也不用煮了，厨房也没有油烟了，然后我吃完的果皮也可以直接做成酵素，或者就可以堆肥来种其他的植物，而且也没有什么瓶瓶罐罐这些一次性的废弃品。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太美好了。很多人都说，哇，你这样，你肉也不吃，熟的东西也不吃，饭也不吃，你还能活着吗？可是4年过去了，今年真的是第4年。大家也看到我很健康的站在这里，而且我之前身体的所有问题，包括一直困扰我的头痛、高血压和肿瘤问题全都消失了。我真是觉得太幸运了。我觉得到今天我们来讲素食，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或者是个人爱好的问题。其实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时尚、健康、爱地球、爱生活、爱动物。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各种美好的愿望，开始加入多吃蔬菜水果。我觉得我并不是说一定要让每个人都成为素食者，可是多吃一点蔬菜水果，不管是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对地球，都是很好的。而且我就一直这样默默地在努力。其实我是一个超级大路盲，前几年开始，我就拿着导航一直走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就是为了画一张这样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的上海素食地图。而且费尽周折买到了一种不砍树也不漂白的秸秆纸，用大豆油墨尽量的用最环保的方式自费印出了这个地图，分享给所有需要的人。因为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们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投票，是在为你想看到的未来投票。我们想看到的未来是没有血腥、残忍、杀戮的，是和平、快乐、美好、健康的。我相信你也是。每一个美好都是因为你的爱而来。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和阿拉兔一起，从一餐素食开始，多爱地球一点点。谢谢大家。